死哦，搁伫西寮国咧做工。迄哦，阮是伫街仔路咧分的时阵哦，听一寡人咧话这个代志呢。是啊，遐个人吼，拢是西凉国来咱国伫咧做这个批货生理人啦。你请做得到消息，伊安怎讲？因就讲啥物因咧西凉国的百姓真尊重因的国王啦，讲因国王是姓氏呢，而且是咱东条的人，武艺高强，过去吼，阁是伫东营。你是不是甲我袂记啊？这老细吼，若真是敢甲你袂记，实在是足无良心的啦。等你万声发圣地，代志都还未清楚，还你发解个圣地，迄无得甲咱的三小弟啊，伊受不得已的苦痛。哼，对有啥物苦痛？大哥，我是有死拢是有苦衷，若无伊袂讲，甲我等咧遮无管我。对啦，三弟夫啊，无你写一张批哦，我甲你摕来去西凉，互阮三小弟啊看。好歹吼嘛，应该爱互知影讲，你伫遐汉窑守18年咧。哦，对啦，老大，你最近的身体也无甲好啦，无我嘛比你较少年，若要送批吼，上好是互我来去。有影吼，你行路较紧咧，你这张批嘛较紧到位，嘛较紧互咱三小弟啊看到这张批，安尼好，对我紧写，你紧写。大哥，你讲，多谢你。来讲啥物多谢咯？听着讲三小弟啊无死，我大概等你共我帮我做欢喜。是啦，你紧准备，我来去甲人照看做目去啦。二哥，唔免。
我存好啊啦。阿弟，阿弟。所以已经写好，不过偏努力。啊，你讲啥物这客气话啦？你家己身体就较保重咧。老大，也无地府啊，你着好好甲伊照顾。我会一路甲人分饭，赶紧赶到西寮来去见着老师。要叫。当年我并无用着，伊确实是咧思念某一个人。18年来，我并无忘记你韩素英，也伊当然也无可能当袂记你心目中迄个人。伊并无逃走，完全是因为我看守你太严厉。 为着皇族的位置，为着当位的幸福，今后我必须要加强来注意。咱这大哥，朋友，你要交关心，熟熟话出。唔是啦，我是讲吼，要来甲你探听一项代志，唔知会使也袂使吼。若无耽误我吼，3年都无要紧。那当然的咯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恁国王是唔是当朝的人哈？你问这是要创啥物？唔是啦，我是讲听人安尼讲吼，啊，敢若好奇心安尼啦。当然是确实人才会。安尼，伊是姓氏吼？是啦。哈，啊，伊是唔是叫做四天贵？也无是要讲。朋友啊，
啊，你都拢知影，你安尼甲我问啊？啊，你看这小面膜要甲我乱成，你会看受着？啊？无这个意思，无这个意思。你误会，你误会。你去甲我走，你唔走，我想你要走啊！你，这是伊叫我找着啊，这是叫我找着啊。看清楚，我将看去清清楚楚。迄个老人就是汉林咯。是啊，不但是汉人哦，伊趁听到咱龙主哦是安尼欢喜个呢，哈，好像就早就有熟悉，也哦要来找咱龙主哦，讲是专工来的呢。还佫有哦，看伊安尼要来找咱龙主哦，一定是有啥物原因的啦。王爷，咱一定要爱较注意。当然，也佫。阮就要大声查明代志的真相。厂主，是什么代志？那这里才恐慌呢？江海，在。你摕落。是。是什么代志？龙主，你还搁伫咧？龙主，我早卡做一个恶梦，梦见龙主你强装流氓，敢若亲像要飞去同款。明明早卡安怎甲你叫，你拢无要插我，甚至连额头都无额头。公主，做梦是无根无据。国王毋是好好伫咧你身躯边吗？主，这只肮脏流氓，本来是饲养伫咧东兄的厝内，是因为龙主你要去部落教坏百姓的汉文。查家这无惜一切，叫东爷将肮脏流氓牵倒来刑。我安尼死做，我一定是唔对。公主，你武功高强，又搁有胆量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安怎这个做梦？你这个才相信，将梦当作真呢？一
主，安尼你唔就应该放心咯。无咯，龙主，你若改行路顺，安查到尾哪会安心呢？路顺虽然是本国的名马，也毋过若要甲肮脏的马比起来，肮脏的马骑起来是又搁紧又搁稳定，这根本都无法度通去比拼的啊！王主，那安尼以你看起来，我应该安怎办才好？龙主，讲真实的，你夫妻已经啊18年了，我不应该安尼先来怀疑你。龙主，千万你常常见怪。公主，我要哪会怪你？你若毋是对国王情深似海，何必惊担心失去就国王？所以我不但无怪你，反而我心肝内更加搁感激你啊！龙主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足放心了。龙主，你敢是要去西面山部落教坏百姓，读汉文，敢毋是无早好通去？龙主，较早转来呢？龙珠大道，上！不是，别上！龙珠来啊！别上！